有啲人覺得愛自己真係好簡單㗎咋，鍾意食就去食咯，睇中咗咪買咯，對自己大方啲，唔好孤寒就係愛自己㗎啦。不過咧，呢啲都係片面嘅愛自己，喺自己開心嘅事做啲滿足到自己嘅事咋。真正愛自己係喺自己處於唔好嘅狀態時，依然可以寬慰自己、接納自己，並引導自己走出困境。越係喺自己狀態唔好嘅事，越係要對自己溫柔，唔好責備自己啊！再講，抑鬱嘅事都缺乏安全感㗎，好渴望人哋愛我哋。但係如果一個人識得自愛嘅話，再多來自外界嘅愛都無法填補內心嘅空缺㗎。無論遇到乜嘢問題，都可以諗辦法用自己嘅方式去解決。即使解決唔到都冇所謂，咁就暫時放低，冇乜大不了㗎。喺抑鬱嘅狀態之下，最大嘅問題係唔關注自己內心嘅感受，鍾意用理智嘅大腦去強行控制自己嘅內心同身體，導致內心嘅呼救不被聆聽，從而使自己嘅身體同內心都罷工。呢個正係問題。